Hello 大家好，係 Louis 啊，好耐冇見。而家平時咧最主要就係影人像無瑕相。老實講啦，有陣時喺有人物入鏡嘅時候，後期執相就要執皮膚啊、去瑕疵啊、加埋調色等等嘅東西要去執嘅。咁最近咧有個 AI 嘅執相軟件就揾咗我合作，話佢咧可以自動幫我執晒我啱啱所講嘅幾樣嘢。咁今日咧我就親身嚟試下呢個 software，睇下係咪真係咁勁，咪即管去片啦 ，Let's go！好，係啦，我而家就想示範俾大家睇下呢個 ePhoto 呢個 AI 執相係如何。咁我而家咧就喺 Lightroom 嗰度啦，我本身啱啱過去就影咗一輯人重嘅作品嘅喺 Studio 嗰度，而呢輯相就係幫我髮型師同佢屋企人影嘅一輯相，3499加2個人。咁我就揀幾張，即係見到咧，我喺畫面入邊 Lightroom 嗰度咧，其實已經調咗色㗎啦。咁我而家掉落去 ePhoto 嗰度咧，其實佢就唔會讀取到 Lightroom 調咗色嘅嘢嘅。咁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掉落去之後咧，佢係變咗最窩嘅時候，乜都未執嘅。我就揀幾張有人類喺入邊啦，嗰係今日示範嘅，最主要都係人類嘅作品。咁我而家就掉頭先 Lightroom 嗰幾張相入嚟啦。好啦，掉咗入嚟之後咧，佢即刻已經撈到啦。好，咁簡單介紹下而家佢最基本界面上面啦。咁就第一個啦，有呢個係呢個色彩嘅調整啦，然之後落到嚟呢個人像嘅美化。今日我最主要講嘅咧就會係人像美化呢一 part 嘅。咁人像美化一 part 咧，撳落去咧，大家就會見到啦。佢而家咧係完全支援繁體中文嘅。咁就見到啦，去除瑕疵啦，皮膚調整、面部重塑、表情管理、牙齒美白、眼睛增強、妝容調整、頭髮調整、手部美化、全身美型等等嘅 function 嘅。係我當中今日會最主要試咧，喺呢張相入邊咧，大家會見到皮膚啊個膚色啊，同埋加埋佢有少少嘅瑕疵啦，可能係啲頸紋啊，跟住有少少皮膚上面嘅紅紅白白咁樣嗰啲敏感咯，係啦，眼袋啊，啲法令紋啊嗰啲。好，咁我而家放大到差唔多呢個位置俾大家睇。首先做咗第一樣嘅咧，就會係去除瑕疵先啦。瑕疵嗰度咧，可以大家見到我放到差唔多呢個67% 嘅大細嘅，其實可以直接喺度校得嘅。去到嗰度咧，我一嘢拉到最盡啦。大家可能已經見到個分別㗎。如果你想睇 before after 咧，只要撳 space bar 就可以睇到㗎啦。大家可以見到喺個額頭啊、身邊啊，同埋呢啲面部嗰啲痘痘咧，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咧，係一個最盡嘅做法，就係頭先係0去到100，0 100，然之後咧柔光嗰啲咧，我嘅髮型師同埋佢嘅 partner 咧，個面部柔光咧，其實化妝都化得好好，但我可以試下拉俾大家睇。拉完之後咧，見到嗰啲反光位咧會再少啲嘅，係啦，跟住直落去啦。黑眼圈呢個位置，黑眼圈就係可能呢啲少少嘅位置啦。我就直接今日示範俾大家睇，拉到最盡。拉完之後咧，你見到咧其實都已經淡咗噶啦。Before after 俾大家睇下，喺去黑眼圈下邊咧，仲有一個位係叫去眼袋，去眼袋啦，再拉一次俾大家睇，去到盡。拉完之後咧，你會發覺隻眼嗰個位咧，其實已經好自然地。就算我髮型師有少少啦，佢都幫我去除埋噶啦。跟住咧，依幅相入邊，佢下邊仲有啲鏡片去反光啊、唇部修正呢啲咧，就今次就唔需要用到嘅，係因為佢副眼鏡係應該冇鏡片。好啦，跟住落到嚟去除雙下巴，即係下巴啦。咁其實佢哋兩個都冇下巴咁，冇話雙下巴，所以都可以 skip 咗佢。跟住落到嚟啦，面部去皺呢個位，抬頭紋咧，即係可能好似係我啦，我自己。會有呢啲火車坑紋嗰啲咧，咁但係佢哋又係笑到咁樣咁燦爛，都係冇坑紋嘅，所以我都唔使落到去，我直接落到去呢度啦。有個叫做去除法令紋嘅，呢個就會明顯少少俾大家睇下。佢而家咧 default 咗咧，佢有個呢個標誌嘅，佢 link 咗，咁就左右兩邊法令紋咧，佢都好自動地 combine 埋一齊去執噶啦。咁我直接係拉到最盡啦。就會發覺個法令紋嗰度咧係完全冇咗噶啦，咁就我覺得咁樣就虛假少少嘅，可能我校到去拉到50左右啦，俾大家睇到都已經淡咗啦，咁就顯得塊面個輪廓咧會再舒服少少。再落到嚟啦，面黑紋啦，拉俾大家睇下有咩分別先。面黑紋就冇咩分別嘅，咁我落到去呢度啦，仲有個嘴嘅周邊嘅紋理啦，一路試俾大家睇。冇乜大分別。係啦，跟住到身體去瑕疵啦，去瑕疵度咧，因為呢張相佢哋最主要我今日示範俾大家睇咧，係會執
個樣先啦，所以身體瑕疵嗰啲就可以都係 skip 咗。咁呢個去除瑕疵部分咧就完成咗啦。下一 part 就係示範埋呢個嘅皮膚調整俾大家睇。開咗皮膚調整之後咧，第一 part 就會有個中性灰嘅平整啦。一嘢拉到最盡嘅時候咧，你見到塊面個皮膚會再均勻好多，就冇我頭先所講嘅紅紅白白嗰種。佢哋可能人類自然皮膚都冇可能咁 perfect 噶嘛，可能有少少敏感啊之類嘅嘢，化妝都遮唔到嘅。咁而家撳埋呢個嘅中性灰調整之後咧，就見到成塊面啊，成嗰啲咧就會更加去自然好多。跟住呢個質感磨皮咧，就我自己幾中意幾誇張嘅，即係平時我喺 Photoshop 咁樣啦，另一個 software 啦 ，Photoshop 上面要執呢啲磨皮嘅工序咧，我自己係比較弱嘅，同埋唔係好識去執嘅。佢有咩高低頻去執先執到？大家可以見到而家呢個 ePhoto 都已經有晒高低頻磨皮啦、質感磨皮啊、水潤磨皮。我試晒3個俾大家睇下，質感磨皮一嘢拉到最盡。就見到咧，成件事係好似上咗一個好完美嘅妝容咁樣，你會見到 before after 係非常之 perfect 嘅。咁我而家試埋第二個俾大家睇，收翻埋之後咁樣嘅高低頻磨皮，呢個咧就會接呢個 software Photoshop 去執出嚟嘅效果咯。你見到係好自然嘅都係，然之後就可以再試埋呢個水潤磨皮，跟住拉到最盡。水潤磨皮咧就會見到係會好似化翻個妝咁樣咯，而3個裏面咧，我自己最中意邊個咧？係會質感磨皮嘅，一嘢拉到最盡嘅時候，質感磨皮佢仲會叫做係保持翻個人類皮膚嗰個自然嘅質感咯，係非常之舒服嘅。跟住呢度膚色呢度咧好緊要，因為咧呢度啱啱我髮型師行嘅 partner 咧係一個偏係粉少少嘅妝容，一個就係白少少嘅妝容。佢一個叫多人膚色統一啦，你知道一拉咗過去啦，兩個你見到個膚色咧。係即刻 combine 埋一齊，係好統一，就係粉嫩咯變咗做，所以就係非常之好嘅。下邊幾個 AI 膚色統一呢啲咧，你拉咗落去之後，你可以由佢計算嘅，但係你都可以唔使用都得嘅，因為爭咗少少嘅啫。出嚟個妝容咧，其實都已經自然咗好多。我今日示範係一個俾大家睇到分別嘅，所以全部拉去100俾大家睇。下 part 面部重塑，直接落去下邊呢度有個面型嘅位置嘅，咁咧佢哋都想話大家。女士們都好中意一樣嘢就係可唔可以 P 瘦啲我啊？咁而家咧就直接 P 瘦啲俾大家睇。落到嚟呢個位咧下顎啦，你可以見到已經係可以將個腮骨呢啲位置咧個陰影 shape 位咧可以拉翻出嚟。我直接一路拉一路減咁樣就已經好 OK。跟住咧 AI 面部流暢呢個位咧拉完之後咧，佢會更加將頭先我拉完個下顎咧可能有少少起角嘅位咧，我一嘢拉到最盡咧，你會見到係非常之 smooth 嘅。跟住做面部大小啦。細面最緊要自然拉出嚟，非常自然嘅。一路落到去啦，你見到個面寬啊，成啊呢啲全部可以執一執咧，就爭好遠嘅。額頭高度啦，即係髮際線嗰啲位置，你都可以調整翻細少少，個額頭唔使咁高，又變得塊面咁大。係啦，面部重塑就大致咁樣，去到呢個位執咗3樣嘢，去除瑕疵、皮膚調整，再加埋面部重塑，俾大家睇下 before after 先，都。誇誇地張得嚟又唔係好誇張，但係至少仲係認到係嗰個人，但係出到嚟個效果咧，都已經大家叫舒服咯。咁直接落到嚟咧，呢度有個叫頭髮調整嘅，我開咗出嚟之後啦，會有個叫填補頭髮縫隙嗰度開始，咁就可以將咧呢啲有少少可能人呢啲嗰啲窿咧，可以示範俾你一拉落去咧，佢即刻填補咗，咁就變得顯得頭髮再濃密啲。然之後兩側頭髮呢啲位髮際線啊，最緊要咧佢有一個功能咧叫去碎髮嘅。碎髮係啲咩咧？就可能係呢啲啊碎濕濕喺畫面上面喺額頭啊面呢啲位咧，佢會有少少頭髮絲咁樣噶嘛。我而家喺呢邊開始，呢邊開始咧直接就係一拉到盡。等佢攞你見到啦，就已經可以咁樣來回俾大家睇。本身係有嘅，而家係冇嘅，咁就直情連面上面啊。頭髮外邊嘅頭髮絲咧，全部都執晒嘅，冇錯啦。呢張相咧，大致上執人像嘅位置咧，就已經好足夠，好滿意噶啦。啱啱講漏咗一樣嘢，喺去除瑕疵，去翻最開頭去除瑕疵嗰個位咧，大家見到人類其實我哋大家撳電話成日咁樣夾住個頭咧，條頸呢啲位咧會有好多紋。佢身體去瑕疵嗰度咧，頭先我 skip 咗，而家再講翻，佢有一個位咧係叫做去除頸紋，好重要嘅一個位。拉到盡之後咧，平時我都執相我都會執嘅，所以。呢度一拉落去咧，你大家見到條頸嗰啲紋咧，都係完全係即刻會消失咗，就係咁簡單。
咁就已經可以花咗幾分鐘時間就已經執咗一張有2個人嘅人像相。等等。好，咁啱啱咧就示範完執 Studio 人像嘅相啦，然之後而家翻到嚟畫面上面咧，我就再嚟多一張就係都係人重嘅一張作品啦，就喺戶外影嘅。咁呢輯相咧，我就示範嘅嘢會係咩咧？佢2個 function 嘅，有一個 function 咧，我係幾中意嘅，係關於調色方面啦。咁調色方面我而家開出嚟俾大家睇啦。開到出嚟之後，你見到下面有個叫 AI 調色嘅位置嘅。咁我而家直接調一次色俾大家睇。mouse 過嚟呢度創建追色參考度咧，你可以上傳參考圖嘅。因為呢張相咧，其實呢輯相我已經完成咗㗎啦。咁而家示範俾大家睇咧，我就開俾大家睇下，我本身執咗嗰啲相啦。咁就我可以擺翻張相，我唔用翻 exactly 同一張相啦。咁我就攞第2張相示範俾大家睇，攞一張我自己嘅調色嚟嘅呢張合照啦。咁我揀完一張本身已經調咗色嘅相落去之後咧，佢就出現呢個畫面㗎。咁就會係左邊係一個參考圖，右邊係一個調整圖啦。咁而家咧佢啱啱撈咗一陣啦，你見到佢已經直接執咗個顏色出嚟啦。咁就可以 before after 睇到咧，佢一件就咁拉張相落去咧，就可以執到一張你想要嘅相嘅顏色出嚟。如果咧你想再上傳其他相咧，都完全冇問題㗎。好似我在之前喺西貢獅子會影嗰另一輯相嘅個調色會係咁樣嘅。咁我撳落去啦，然之後佢又喺度處理中。我揀咗嚟之後咧，佢又撈緊啦 AI 喺運算當中處理當中，將依張相左邊參考圖嘅顏色咧套落去右邊呢張相嗰度。咁大家見到啦，佢個色又已經又唔同咗啦。咁我自己中意嘅顏色咧就會係我偏向翻呢一套相嘅顏色。咁我撳落去之後，佢再撈多次咧，就會見到套咗呢個顏色落去啦，係非常之快，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咁如果我將呢張相啦，即係我可能呢度可能得2張相咁樣啦，呢2張相我而家拉多幾張相落去，示範一個效果俾大家睇。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再匯入多咗，再 import 咗多6張相落去啦。咁而家有個做法就係可以咧將依張相顏色一次過套落晒之後嘅顏色上面嘅。咁點樣做咧？撳咗落嚟之後啦，跟住喺調色嗰度咧撳翻出嚟，可以見到後邊有一個位嘅。我而家刪翻個 AI 調色先，佢依張已經調咗色噶啦嘛。跟住你想將依張相套落去後邊咧，類似 Lightroom 嘅做法啦，咁啊可以批次處理，又可以一嘢同步咧。都撈一陣啦，下面見到 RAW 相嗰度咧，波上去係一路喺度撈嘅。咁因為咧佢喺後台嗰度咧都係 keep 住係一個運算當中嘅，因為佢套用翻 AI 嘅顏色落去啦，去跟翻呢張相嘅 setting 啦。咁你見到一撈出嚟，佢已經對一路撈晒啦。咁啊俾大家睇下，佢個色咧都係已經套用咗我同一套相嘅顏色，咁就可以好統一咯成件事。調色部分我都講完，下一部分咧就係都喺個 software 我都幾中意嘅功能嚟㗎。之前我試咗，而家示範俾大家睇。呢一 part 咧有個叫做背景調整嘅，背景調整嗰度咧撳咗落嚟啦，佢有幾個 function 啦，你可以見到純色背景最佳化呢度咧就純粹係 for studio 影 portrait 嗰陣時咧，可能你正式背景啊，跟住然之後啲穿崩位啊幫你去執晒嘅。咁今次呢張相咧係示範 outdoor 嘅，嗰日影相嘅時候咧灰蒙蒙嘅天空啦，咁你可以點樣做咧？佢有2個 function，一個叫換背景，一個叫換天空。咁而家我最主要前景其實我好滿意嘅，咁就直接執一個叫換天空嘅位置，開出嚟之後啦，你見到啦，佢係會有推薦同埋我的背景嘅。我一示範一個推薦嘅俾大家睇下先。一開出嚟，一開頭咧，佢啲全部都係藍天嚟。咁我當日影相嘅時候係都4-5點時間，接近日落噶啦。咁我可以揀一個霞光俾大家睇下啦。你見到係可以直接換到一個日落嘅背景喺佢哋嗰度，成件事都係算自然嘅。當然有少少位都係唔自然啦，咁你當我可能當日嘅日落係差唔多，因為本身都灰灰地噶嘛，咁我揀翻個顏色係襯翻少少嘅。嗱，唔緊要嘅，嗱我揀咗啦，我中意呢個即係紫紫地咁嘅晚霞啦。揀完之後啦，跟住佢後邊嗰啲色啊，你見到其實啲海平面線啊嗰啲咧，佢已經調整得好好，一個掣撳落去，然之後你仲可以有個叫邊緣過渡嘅位置，拉完之後咧，你會見到佢係可以。你可以揀去覆蓋嘅位置啦，可以覆蓋埋落個海嗰度又得。你如果唔開咧，個海就完全唔覆蓋，咁就個海水平線啊、海平線嗰啲位咧就會比較
自然好多咯。跟住個色溫啊、white balance 嗰啲你都可以見到係即刻有個變化。咁如果我draw翻喺我當日影個 white balance 啦，再加埋嗰啲前景嗰啲位啦，我會校翻暖少少咯。跟住飽和度呢啲都可以 tune 一 tune 嘅亮度嗰啲。當日都暗㗎啦，所以都較暗少少。跟住仲有呢個係啲雲好似好 sharp 好清晰咁啦，可以直接將個虛化拉爆佢，咁就好似做咗大光圈嘅效果。咁當然我唔想太假啦，可能我用唔校添啊。本身個雲我都縮咗光圈影㗎啦，個雲都係清，佢都本身唔係好清。跟住有個人景調整嗰度啦，有個叫景物色彩。景物色彩咧就會去 draw 翻前面少少石啊、海上面嘅顏色啊，咁樣去跟翻個天空嘅。跟住人物色彩啦，如果想偏向天空少少咧，佢就會可以一路拉，你可以調整翻個光暗咧，配合翻去俾你嘅背景。跟住個景物反射嗰度啦，你可以見到可以將海上面反射翻天空上面嗰一 part 嘅顏色係點樣嘅咧，我都可以調校少少。咁張相出到嚟個效果咧，就係咁樣。你一個灰蒙蒙嘅天空，你可以調整到直接換咗個天空背景出嚟，都完全冇問題。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咧 ePhoto 呢個 software 咧最大嘅賣點係咩咧？就係佢咧所有功能咧都可以免費俾你試。咁之後咧佢係用點數計嘅，一個點數就代表可以輸出一張相。但係預覽嘅時候咧就係無限次嘅。你買咗個點數咧，有效期咧維持係1年，最多可以延長到2年。仲有而家新用戶註冊咧會直接送30個免費點數俾你。所以頭先啱啱所做嘅 AI 調色啊、修圖執皮膚啊、去皺紋啊、換天空等等嘅功能咧，全部都係免費嘅，只係你 output出嚟嗰陣時咧就用點數，點數就要去付費課金嘅。咁總括嚟講咧，呢個 ePhoto 咧對我嚟講咧都幾大驚喜，因為之前都試過好多唔同嘅 AI 執相嘅 software 啦，有啲有得俾你免費 trial 去試啊，我都試過嘅。咁 ePhoto 呢個咧去揾我合作，俾我推介俾大家咧。對於我而家全職去做寵物攝影師加會間唔中影埋人嚟講咧，係一個大量需求嘅攝影師嚟講係好緊要，係一個幾方便嘅 AI 助手。雖然咧 AI 咧就唔可以完全取代我而家人手去執相啦，但係幫我慳翻唔少時間，尤其是我自問執人像相方面咧係比較弱嘅，所以呢個 AI 執相咧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幫助。咁而家想試嘅話咧，可以 click 入去我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入邊有條 link 嘅，咁你可以免費 download 呢個 ePhoto 啦，咁就會登記咗之後即刻送翻30個 credit，可以執30張相，應該可以 output 30張相出嚟，係執咗之後 output 出嚟嘅。如果你而家即刻購買呢個 ePhoto 嘅話咧，買佢嘅點數，輸入翻我嘅優惠碼咧，會有8折嘅優惠。所有資訊都喺下面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咁大家記得就係 like、comment、share、CLSS 我個 channel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